1999号小香羊，当欢喜为唔服务。请问一下，我有听林莎讲到，一下人哋讲生日呢有何补助？请问很样嘅补助呢？一下俺本司有生育津贴做得申请，请问小姐，我申請係麼？唔上相，讓我稱呼。係啊，小香劉。好，劉小姐唔好，恭喜你咯！添丁發財，好運年年來。也俾同說明，先生日替俺本司出世，60日之內到各家戶政事務所都做得替現場搶領一台1萬元嘅現金。好，請問我愛夫婿會使啲本事嗎？哎呦，除咗我愛，另外我愛嘅阿爸冇像阿妹其中一啥，也必須愛提本事，使夫婿上手半年以上，才有搶領嘅資格咯。表姐，我想再請問一下，我意思係講，我去戶政事務所辦理，就做得2到生育津貼嘅現金係嗎？冇唔錯。當場申請就做得2到津貼補助了。咁才唔說明到按上色。唔是生意，請問還有其他愛同服務嘅嗎？冇配種問題咧，按自說哦。好，感謝劉小姐唔嘅來電，祝你順心愉快，張來了。